大家好，我哋真我哋瓜，我哋真冬瓜子。今次事隔多年更片，由於一直孤忙，所以人間失蹤咗。今次難得宣傳一下，都好有幸地抽中咗出一個同人展活動 Dream Festival 嘅呢個活動咧，開放時間係2025年6月28至29號。咁我哋就會星期六嗰陣時擺嘅，開放時間會係12點到6點嘅。好多謝主辦俾個機會我哋可以體驗下擺同人展嘅。個會場咧就喺觀塘大 Wave 8樓嘅。咁我哋今次都推出咗唔少商品啦，包括一啲明信片啊、生日卡啊，咁有可愛動物生日卡，亦都有 V 加就係 Vocaloid 嘅生日卡嘅。咁亦都有啲迷你動物立牌啦，咁包括最近嘅個完美聖女被賣到鄰國啦，Spy Family 都會甜心嘅詩少女的獨語唱 K 小魚仙同埋我獨自升級嘅。咁拍檔嗰邊都會去買一啲指甲片啦，上面會有動漫人物嘅。咁敬請期待我哋嘅商品，我哋會喺會場嗰度恭候大家嘅理論嘅。多謝大家收睇到呢度，中意我哋可以like同 subscribe 同 comment， 如果撳訂閱旁邊嘅鐘仔可以收到我哋影片更新嘅通知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